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34章1-2号佫讲：恁有智慧的人着听我的话，有知识的人着注意听。咱用耳孔听出意思，用舌试出滋味。咱着辨别什么是对，明白什么是好。因为约伯讲：我无毋对，上帝却拒绝我的申诉。我无毋对，伊还看我做白贼。我无过失，还佫受到袂义直的伤。啥人亲像约伯，满喙铁笑，敢若在啉水。伊甲邪恶的人斗阵，甲歹人来往，因为伊捌讲，人因为亲近上帝来欢喜，拢无利益。所以，恁明理的人着听我的话，上帝绝对袂做歹，全能者一定袂行不义。伊会照人的行为甲伊报应，照人的行做甲伊对待。上帝一定袂做毋对，全能者袂颠倒是非。敢有人指派上帝掌管大地？敢有人将全世界交代伊？上帝若将伊的神甲气收回，所有的人拢会灭亡，人拢会归土。你若明理，着听我讲。耳孔听我要讲的话。上帝若厌恶公平，伊减会当治理。伊是公义阁有权能，你减会当甲伊定罪。上帝会当对君王讲：你是歹人；对贵族讲：恁真恶毒。伊对待有权势的人，袂偏私，嘛袂重富轻贫，因为因拢是伊的手所做的。因伫半暝忽然死去，上帝伫混乱中甲因消灭。伊毋免用人的手，就会消灭有权力的人。上帝的目睭注意看逐个人的路，监察因的骹步。黑暗还是死荫，拢袂当互做歹的人秘。上帝毋免定时间，随时会当调人来受伊审判。伊毋免查问，就会当彻底打倒有权力的人，设立别人来接因的位。因为伊知因的行为，一夜之间甲因车倒，因就灭亡。伊伫众人的目睭前拍因，因为因的罪甲因刑罚。因偏离无缀伊，无爱行伊的道路。直到散赤人嚎叫的声透到伊的面前，伊有听到困苦的人的嚎叫。上帝若惦惦，啥人敢甲伊指责？伊若面越走毋插咱，啥人会得到伊眷顾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，上帝拢有在监察。才免无敬畏伊的人做统治者，陷害人民。你敢有对上帝讲：我已经受刑罚，袂阁犯罪？我看袂对的，求你指示。我若有做毋对，我袂阁做。检视上帝所做无照你的意思，你才毋悔改，着决定的是你，毋是我。你知的，做你讲。明理的人对我讲，智慧的人听我的话就讲。约伯讲的无知识，伊的话无智慧。约伯着彻底受试验，因为伊的应答亲像邪恶的人。
伊罪上加罪，伫咱中间制造困扰，搁讲真侪话敌对上帝。